习医学的态度。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医学、了解医学、学习医学认识医学的人越来越多。在这里，陈老师还是要跟大家提前讲一下正确的认知非常重要。医学它不是迷信，有很多人就说，我是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或者甚至带着一个敌视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医学我就是抱着这个跟你来这个掐架抬杠的这个态度。在我们这个医学里面呢，医学符号它里面包含了天文、地理、语文、算术、物理、化学逻辑推理，包括动物，包括植物日月山川它都有。当你抱着一个很积极的、很欣赏的态度去来